當我發明谷胱甘肽貼片之後，我就睇住可唔可以再發明一款可以提升另一種肽嘅貼片，但係應該係邊一種肽好呢？因為谷胱甘肽帶嚟咗咁多抗衰老嘅好處，而我哋嘅壽命又同身體入邊嘅谷胱甘肽水平好有關，所以揾一種同樣有抗衰老功效，但係作用方式唔同、機制又唔同嘅肽，應該就會最合理。佢就係基肽，係當時基肽都仲未有咁多公眾人士或者運動員所熟悉。不過當時有科學家已經開始研究基肽，佢哋發現咗呢種由兩個氨基酸組成嘅肽有好驚人嘅特性。首先，當老鼠食咗基肽之後，佢哋嘅壽命竟然可以增加3成至4成，真係好誇張。單係呢一點，基肽已經係好值得我哋去服用。不過更加令人驚訝嘅係，喺呢啲研究入邊，老鼠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都冇出現老化嘅跡象。或者可以咁講，如果換做係人類，就係如果你可以活到125歲，但去到120歲都仲係好似30歲咁年輕。佢之後嘅重要科學研究發現，基肽其實係會保護細胞染色體末端嘅端粒體，咁樣可以令細胞繼續分裂，亦都保護基因唔會變老。我哋做嘅研究發現，基肽貼片可以提升力量、增強耐力、改善運動表現，甚至幫助60歲以上失去認知能力嘅人恢復返認知能力。咁基肽係咪就係長生不老之泉呢？當然唔係，但係基肽會唔會成為一個好有價值嘅工具，幫助我哋可以繼續保持得更年輕呢？真係好有咁嘅可能。而多年之後，我發現長生不老之泉其實真係存在，停止衰老已經唔再係夢想，而係一個現實。